19号暗时，西门路段开始管制，调车进驻，准备开始面对路桥的拆除作业。这座路桥伫咧北区有37栋，曾经守护面对各种学生上下课安全，是袂少人的共同回忆。因为年久失修，而且有安全疑虑，随着桥体下下迄一刻，正式今日历史。平常放学的时候就会走路桥过马路，这样就不用等红绿灯，也比较快。有时候走过去就会撞到天桥的柱子。如果有人是从那里走路来上学的话，应该就有影响，但不多。时代的变迁呐，及交通的一个整个的改变，那这个天桥的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治安的死角，以及整个一个环境上已经不再有那么好的一个便利性。早年台南市区的人行路桥大约有34座，过去的设计思维是人爱让车，因此大量兴建天桥、地下道，对着坐轮椅也是需要无障碍通行的族群相当无方便。即马转以行人优先为原则，调整都市设计，让道路更符合使用者需求。希望说在整体的在路桥的消失之后，但是也让行人的部分的安全性也会去兼顾。所以也会做这个安全岛的一个加装，同步规划通学步道，建立友善人行空间。后续公务局也预计于今年拆除使用率低的人行路桥。工务局表示，已经要规划拆除4座老旧、而且使用率低的人行路桥，包括着东区新乐国小头前的怀温桥、北区开元国小头前的开元天桥，甲大港国小头前的念青路桥，预计伫咧年底进行完成。台来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